大家好，我係傻強。如果你而家喺香港街頭隨便捉一個人問邊個藝人最安全，邊個最唔易出事，10個入邊有9個都會答你同一個名古天樂。但我今日想講嘅唔係佢而家幾穩幾受尊重，而係佢點樣由一個真真正正嘅背景嘅靠山，甚至一度被忽視嘅年輕人，一步一步行到今日，成為一個電影公司老闆，同時亦成為香港娛樂圈入面一個好特別嘅存在。如果你想真正明白古天樂，你一定要由咁細個開始講。佢唔係出身富裕家庭，亦都冇任何演藝背景。成長過程入邊，佢同大部分香港基層家庭一樣，要面對現實，要佢點樣揾到自己嘅位置。咁性格內向，唔多出聲，甚至可以話有冇自閉式收埋自己。嗰個時候佢哋冇諗過會成名，只係想揾條路行落去。年輕時嘅古天樂試過迷失方向，試過行錯路，亦試過因為環境同選擇而付出代價。呢段經歷好少人會詳細講，但係正正係呢啲時候塑造佢哋之後嗰種極度低調、唔張揚、唔輕易評論人嘅性格。因為佢好清楚，一個人跌落低谷其實好容易。後來嘅誤打誤撞參加模特比賽入行，再入咗電視台，開始拍劇，聽落好似順風順水，但實際上嗰個年代嘅電視圈小生多到泛濫。你今日有戲拍，唔代表你聽日仲有人記得。古天樂嗰陣時，正正就卡咗呢個最危險嘅位置。最慘嘅地方唔係冇工作，而係你有工作，但佢存在感。你日日嚟電視入邊出現，但觀眾轉一轉台，你就消失。呢種狀態好容易令人自我懷疑。你會開始問，係咪自己只係一個暫時用得着嘅人，一個可以隨時被換走嘅選項？真正第一次令全港觀眾記住古天樂個名，其實唔係電影，而係電視劇。如果你經歷過嗰個年代，你一定記得《尋秦記》呢套劇。對古天樂嚟講，唔只係一個成功作品，而係一次身份轉換。喺《尋秦記》入邊，佢演嘅唔係傳統完美英雄，而係一個有現代思維、有缺點、有掙扎，甚至有啲吊兒郎當嘅角色。呢個角色好貼地，亦好破格，令觀眾第一次發現，原來古天樂唔止係靚仔，仲可以好有觀眾緣。《尋秦記》播出之後，古天樂由一個你見過但叫唔出名、冇電視小生，變成一個全港都識嘅主角級人物。佢嘅市場定位由可被替代變成被需要。呢個轉變對佢之後可以成功轉戰電影圈起咗一個極重要嘅鋪墊作用。但亦正正因為《尋秦記》太成功，佢同時被貼上電視劇明星嘅標籤。呢個標籤令佢之後轉型拍電影，其實更加困難，因為市場會懷疑佢係咪只適合電視而唔係大銀幕。問題就喺呢度出現，點解個你電視劇做到當紅主角嘅人會選擇離開一個已經穩定而且安全嘅位置，走去一個風險更高、競爭更殘酷嘅電影圈？答案其實唔浪漫，好現實，因為喺嗰個年代，電視劇嘅上限好清楚。你可以好紅，但你嘅角色會被定型；你可以好穩定，但你嘅發展空間會越嚟越窄。古天樂好清楚，如果自己繼續只留喺電視圈，佢最後只會成為一個被重播消耗嘅面孔，而唔會成為一個可以長期選擇方向嘅演員。另一方面，電影圈對佢嚟講，雖然風險大，但上限亦高。電影唔只係曝光，而係一個演員可以被重新定義嘅地方。即使一開始只係配角、邊緣角色，只要角色成立，市場就會重新評估你。對一個唔想被定型嘅人嚟講，呢個風險反而值得冒。所以古天樂由電視轉向電影，唔係因為佢唔紅，而係因為佢攞到如果唔攞最紅嘅時候轉身，將來就冇機會再轉。呢一步其實係一個極其清醒嘅職業判斷，而唔係衝動。真正嘅轉捩點唔係奇蹟，而係冇開始踏入電影圈。一開始拍電影，古天樂其實佢即刻上位。初期嘅角色多數唔係主角，有時只係配角，甚至係功能性人物。呢啲角色戲份唔多，但要求你準確，唔可以搶，唔可以失。觀眾未必即刻記得佢個名，但慢慢開始覺得有一個演員做戲好實在、好穩陣，冇多餘嘅。真正令市場開始留意佢哋，其中一個關鍵階段係冇開始拍一連串動作同警匪類型電影。如果你回望古天樂嘅電影履歷，你會發現佢真正由電視演員轉型成為電影市場認可嘅演員，並唔係靠一套戲，而係靠幾個關鍵角色慢慢累積。
其中一個重要轉折位係一個好人。呢套戲入邊，佢唔再係電視劇入邊嗰種安全小生，而係要用身體去承受動作戲，用眼神去交代角色嘅壓力。觀眾開始意識到呢個人唔止係養得，而係肯搏肯捱。之後柔道龍虎榜入邊嘅演出，對佢嘅形象轉變更加關鍵。呢個角色並唔討好，甚至有啲頹，有啲失敗。但正正因為佢，觀眾第一次見到古天樂可以演一個唔光鮮、唔英雄、帶住缺陷嘅男人。呢套戲之後，行內開始將佢視為一個真正嘅電影演員，而唔再只係偶像。再到黑社會，可以話係一個決定性時刻。呢套戲唔單止令觀眾對佢改觀，亦正式確立咗佢哋警匪片入邊嘅重量級地位。佢喺戲入邊嘅冷靜、壓抑同內斂，令好多人第一次覺得古天樂係可以撐起一套戲嘅核心人物。由一個好人到柔道龍虎榜，再到黑社會，呢條路線其實好清晰。佢唔係靠一個爆紅角色上位，而係靠每一套戲慢慢將觀眾對佢嘅信任堆高。亦正正係喺呢個階段，市場正式將古天樂列入一線電影演員行列。由嗰一刻開始，佢唔再需要證明自己適唔適合電影，而係開始選擇自己想拍㗎。亦正正係呢個時候，古天樂有意識嘅開始咗一啲唔討好嘅角色，有陰影、有灰度、有缺陷，甚至令人唔舒服。呢個選擇其實好反直覺，因為討好觀眾係最快上位嘅方法。但古天樂去咗另一條路，佢選擇累積信任，而唔係即時掌聲。佢嘅成名唔係爆紅，而係慢慢堆出嚟。再之後，佢做咗一個更加關鍵，亦最少人真正理解嘅決定，由純演員走向投資、監製，最後成立自己嘅電影公司。如果你只用成功演員轉型去理解呢一步，其實你會就漏咗成件事嘅核心，因為呢一步唔係關於野心，而係關於生存。古天樂好清楚，演員嘅制度入邊永遠都係被動。你紅嘅時候，有人揾你，你一靜落嚟，市場就會轉身。你嘅價值唔係由你自己決定，而係由投資者、發行商、檔期同風向決定。呢樣嘢，佢哋自己事業高低起伏入邊早就冇得好透，所以佢開始用一個老闆嘅角度去嚟問題。唔再只係問呢套戲會唔會令我紅，而係問呢套戲值唔值得存在。呢個轉變其實好大，亦好危險，因為一旦你用呢個角度睇戲，你就要接受，唔係每一套都會賺錢，亦唔係每一個決定都會即時被理解。冇投資嘅電影，有啲係市場唔睇好嘅類型，有啲係新人導演，有啲題材偏鋒，甚至有啲一開始已經知道風險好高，但係照做。唔係因為佢唔識計數，而係因為佢明白，如果所有人都只做安全選擇，最後死咗唔係某一套戲，而係成個行業。作為老闆，古天樂最特別嘅地方唔係咁幾咁搏，而係咁幾清醒。佢知道邊啲可以搏，邊啲唔可以，邊啲係情義位，邊啲一定要冷處理。呢種判斷力唔係一朝一夕得返嚟，而係由佢早年被忽視、被邊緣化、被制度淘汰嘅經驗一層一層堆出嚟。佢亦都好清楚，做老闆唔係做救世主，佢唔會話要拯救香港電影，亦唔會將自己放咗道德高地。佢只係做一件事，喺自己能力範圍之內，盡量為個圈保留選擇空間，俾新人有機會，俾幕後有公開，俾題材有生存空間。所以你會發現，佢做老闆之後反而更加低調，因為一個真正要為決定負責嘅人唔會成日出聲，每一個選擇最後都會反映咗結果度。呢個世界唔係靠說服，而係靠承擔。原因其實好現實，佢好清楚，淨係靠演戲嘅安全感，市場唔會等你，制度亦唔會保護你。要喺呢個圈生存落去，你一定要有選擇權，而唔只係被選擇。講到古天樂為人，有一樣嘢係公認嘅，就係啲長期低調持續嘅幫助其他人，特別係電影圈內嘅幕後工作者同埋有需要嘅人。佢唔中意講，亦唔想被標籤成善人，但佢一直都有做。點解佢會咁樣？其實同佢早年被忽視、被邊緣化嘅經歷有直接關係。因為佢知道，佢最低谷嗰陣，有人拉你一把，可以徹底改變一個人嘅命運。所以當佢有能力之後，佢選擇成為嗰個拉人一把嘅角色。到今日，古天樂已經唔需要再證明自己，咁少出聲、少評論，因為佢已經行到一個位置。存在本身就係一種答案。由籍籍無名到電影公司老闆，佢嘅神話，佢一夜翻身，
只有長期忍耐、清醒選擇同埋願意承擔後果。講到呢度，我想留條問題俾你：如果你知道一條路唔會即刻俾你回報，但可以令你有一日成為一個有選擇權嘅人，你會唔會願意默默咁行落去？